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4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4篇，使徒行传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，路加福音22章24节到3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都没有。如果基督徒的美好见证就是彼此相爱，就如同耶稣基督的新的诫命的教导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因此就知道你们是我的学生了。按照这个理论来反省，有什么事情会让基督蒙羞呢？就是一群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们，却不愿意彼此相爱，不能以生命来见证自己是属基督的。前天我们谈论到的所谓的敌基督，那很明白的就是那一些人违反了上帝的诫命，他们离开上帝的真道的这些人。而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22章24节到30节这样记载说，门徒争论谁最伟大。门徒们有了争论，究竟他们当中谁算是最伟大的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世上的君王有管辖人民的权利，而统治者被尊称为救星。但是你们不应该这样，你们当中那个最大的反倒要成为最年幼的，做领袖的应该要像仆人。那坐着吃喝的大，还是那伺候他的大呢？当然是那个坐着的大。然而我在你们当中是伺候人的，我在磨练中，你们始终跟我在一起。我现在把我父亲所赐给我的王权也赐给你们，你们要在我的国度里跟我同桌吃喝，并且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族。门徒在一起，没有在讨论如何帮助那个患癫痫的孩子，他们没有在思考如何帮助人，怎样彼此洗脚，或是一起擘饼分享主的筵席。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竟然拒绝小孩子来亲近主，斥责那一些需要被医治的人。对于患癫痫的孩子，他们竟然是束手无策，却彼此争论起什么人是最大的。门徒真的有那么伟大吗？基督徒真的有那么大的能力吗？约翰福音15章第5节，耶稣基督以葡萄树来比喻，若不藏在我的里面，就只不过是枯干的枝子被丢在外面。那也就是说，若是离了主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使徒行传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的记载，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基督徒生命的态度。他们说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但我们有主耶稣基督。这符合了耶稣基督的教导。当彼得和约翰在圣殿的美门的门口的时候，有一个瘸子来向他们要求。彼得和约翰是这样子的回答，在圣经的记载，彼得和约翰医好了跛脚的人。有一天下午3点祷告的时间，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，在那叫美门的地方，有一个生来跛脚的人，他天天被人抬来放在门口，
向进圣殿的人祈求。他看见彼得和约翰要进圣殿，就求他们施舍。他们注目看他。彼得说：“你看我们。”他就留神看他们，希望得些什么。彼得对他说：“金银我都没有，但是我要给你我所有的。我奉那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命令你起来走。”于是彼得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那个人的脚和锣鼓就立刻有力了。他就跳起来站直了，开始走路。然后他跟他们一起进了圣殿，边走边跳，颂赞上帝。大家看见他一面走路一面颂赞上帝，他们就认出他就是坐在圣殿的美门口求乞的那个乞丐，就对所发生的事情大感惊异。当彼得和约翰宣告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主耶稣的时候，主的能力就与他们同在了。我们来想想有几个可能性了哈。第一个是彼得和约翰非常的骄傲，那他们就一定什么事情都做不到。第二个是彼得和约翰如果彼此争论谁比较厉害，那么他们一定会失去耶稣基督的能力。如果彼得和约翰就像过去一样，责备并且拒绝这个瘸腿的人，那么他们一定会蒙羞，而且没有那种施行医治的能力。诗篇第4篇，求助的晚祷。我的上帝，我的辩护者，我呼求的时候，求你应答。在患难中你帮助我，求你怜悯，垂听我的祷告。你们这些人啊，你们要羞辱我到几时啊？你们爱慕虚荣，追逐虚位，几时结束啊？要知道上主已经选召虔诚的人归属他，他必垂听我的呼求，要战战兢兢，不要犯罪。在卧房极静的时候，沉默默想，要向上主献当献的祭，一心信靠他。有好些人说，我们多么渴望承受福泽。上主啊，求你用慈爱的光照我们，求你赐给我的喜乐远胜过五谷丰登。美酒满意的享受，我一躺下安然进入梦乡。上主啊，只有你能够保守我安全。恳求主教导我们谦卑，愿意从大自然的灾难当中学习谦卑。我们只有在灾难中来降服，恳求上帝的怜悯，帮助我们在苦难的当中有平安。恳求上帝帮助那些在花莲的人民，让他们在不停的余震当中有依靠，有平安，有安全的生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